一個人控制欲越強，佢嘅內心就越脆弱。嗰啲鍾意指指點點，一定要身邊嘅人按照自己嘅方式去做嘢嘅人，表面上睇嚟好強勢，但係喺潛意識裏面，佢就係一個瑟縮一角、打緊冷震嘅小朋友啊！佢唔係霸道，而係恐懼。喺心理學上面，呢個叫做投射性防禦，因為佢哋嘅內心世界太混亂啦，太害怕失去，所以佢哋要搏晒命去控制外在嘅人事物，去搲住嗰少少虛假嘅安全感。記住，真正嘅強者係允許混亂嘅發生。你捉得越緊，說明咗你越唔信任啊！你唔信任呢個世界啊，更加唔信任自己可以應付意外嘅能力。從今日起，試下鬆開你雙手，去建立真正嘅安全感。